2026年嘅農曆新年，我同屋企人去咗中國惠州呢一個地方。呢一次係自2019年之後，我第一次去到中國呢一個地方。好多人問我：你返大陸，你唔驚嘅咩？我話：個世界咁大，我都想見識一下。如果時間可以重嚟，你最想返去邊個時候？但現實話俾我哋知，時間只會一直咁向前走，向前走。無論以往發生過啲咩事，或者對未來有啲咩恐懼，請相信你身邊嘅人，相信你自己。個世界其實並冇你想象中咁黑暗。